来看交通的消息，初一各地疫车阵到下晡3点为止，各地的交通量有到66.1万车公里，估计规日的交通量会到122万车公里，是平均的3倍。那明仔载落南的车会搁较侪。明天本局预估是春节连续假期南向交通量最大的一天，在北区的部分。 国道5号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，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，以及国道3号的土城到关西路段，从上午7点到下午的4点，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间。高公局预估，初二开塞车的路段，包括国道5号路南南港系统到头城，国道1号路南杨梅到头份，彰化系统到博盐系统，国道3号路南土城到关西，快关到雾峰系统，国道10号东西向。 顶金到燕巢系统，另外提醒民众嘛要注意路径感受开放、交流道感受管制等等相关的措施。